节。下面由他和他的伙伴们给我们带来他的新专辑里的主打歌《美丽的姑娘》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，有请。哎呀，好了，这个给你主要这个不美讲，他也主要是我们复习的里面。香港俺主有的不是专业的，那么些你的我们是的，你了呢？不需要。下面是有再往前推一点。